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5月初9，咱要对约书亚记第1章读到第6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1章，上主的仆人摩西死了后，上主对摩西的助手伦的囝约书亚讲：我的仆人摩西已经死，但你甲所有的人民着准备好势，过约旦河，去我所要赏赐以色列人的地。照我对摩西的应允，恁的脚踏过的地，我拢要赐予恁。恁的领土要对南边的旷野到北边的黎巴嫩，对东边的大河，就是幼发拉底河，迄人的全地，直到日落迄边的地中海。你一世人，无人会当赢过你。我安怎甲摩西同在，嘛要安尼甲你同在。我一定袂离开你，嘛袂放杀你。你着勇敢壮大，因为你要带这个人民征服我对因的祖先立誓要赐予因的地。你一定得勇敢壮大，遵行我的仆人摩西所命令你一切的律法，毋通偏左偏右。安尼，你无论去倒位，拢会事事顺利。你着常常读这个律法的册，暝日夜读夜想，互你遵行这本册所记一切的话。安尼，你的路就会平坦，事事亨通。我命令你，着勇敢壮大，毋通惊，毋通论，因为你无论去倒位，上主你的上帝一定甲你同在。对安尼，约书亚命令人民的官长去营中逐所在吩咐人民讲，着准备粮食，因为3日内恁要过约旦河，入去承接上主恁的上帝要赐予恁的地。约书亚吩咐鲁便人、迦得人、甲玛拿西半支族的人讲，恁着会记得上主的仆人摩西命令恁的话。上主恁的上帝要将恁伫遮安稳徛起的地赏赐恁。恁的某、囡仔，甲恁的前生，拢通住伫约旦河东边。摩西分配互恁的地，毋过恁中间所有强猛的勇士，拢着带军去，做恁同胞的先锋过河，甲因做伙作战，直到上主互恁的同胞甲恁相款，得到上主恁的上帝赏赐因安稳徛起的地。迄时恁才通倒来恁所得到最产业的地，就是上主的仆人摩西分配互恁伫约旦河东边的地。因约书亚讲，你吩咐阮的，阮拢要照安尼做。你派阮去倒位，阮拢要去。阮以前安怎顺坦摩西，嘛要安尼顺坦你。愿上主你的上帝甲你同在，亲像甲摩西同在共款。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，无要顺坦你的话，就互伊死。你一定要勇敢壮大。第2章，伦的囝约书亚对实定暗中派2个侦探，甲因讲，恁去探查迄个地，特别是耶利哥。因就去到一个冲击拉河的厝，就歇伫遐。有人去甲耶利哥王通报讲，今暗有以色列人来探查咱这个地。耶利哥王就派人去拉河遐讲，遐来恁厝的人，你着甲因交出来。因来是要探查咱的土地。
拉合将迄两个人藏起来，就因讲，确实有人来我遮，毋过因对倒位来我毋知。日暗要关城门的时，因出去倒位我嘛毋知。恁赶紧去入，就会入着。毋过附近人已经甲迄两个人带上厝顶，用摆伫厝顶的麻膏甲因嵌地。遐个人就对要去约旦河迄条路入因，入到渡口，入因的人一下出去，城门就关起来。迄两个人还未去困，附近人上厝顶去找因，对因讲：我知上主已经将这个地赏赐恁，阮甲这所在的居民一个听到恁，拢惊甲破胆。因为阮有听到恁出埃及的时，上主安怎为着恁，互红海的水打去，佮恁安怎对付约旦河东边两个阿摩利王西宏甲恶，甲因毁灭。阮一个听到遮个代志就失胆，因为恁的缘故，惊甲神不附体。因为上主恁的上帝是天顶地下的上帝，但我有好款待恁，请恁记上主对我咒詛，要好款待阮老爸的家，佮互我一个确实的保证，通保护我的老爸老母、我的兄弟姊妹，甲阮家族的性命，互阮免死。迄两个人因伊讲，阮用阮的性命保证，你若无泄露阮的行踪，到上主将这个地赏赐阮的时，阮要用真神仁慈款待你。拉合就用绳仔甲因对窗仔对落去，因为伊的厝起伫城墙，伊嘛住伫城墙顶。伊对因讲：恁着往山迄边去，才免互追入的人拄着。伫遐密3日，等候追入的人倒来，才通倒转去。迄两个人对伊讲：阮一定会照你甲阮咒詛的去做，毋过你着照阮的话做。阮来攻击这所在的时，你着将这条朱红色的绳绑伫你甲阮坠落去的窗仔，嘛着叫你的老爸老母兄弟姊妹，甲你的家族拢聚集来你的厝内。老人对你的厝出去街路，互人杀死，是伊家己做得来的，我无阮的责任。毋过伫你的厝内老人互人杀死，这个罪就归伫阮。总是你若泄露阮的行踪，你甲阮咒詛的，就甲阮无关系。拉合答应因，然后送因离开，伊就用朱红色的绳绑伫窗仔。迄两个人去到山里，伫遐密3日，等候追入的人倒去。追入的人沿路找因，嘛找无。迄两个人落山过河，到伦的囝约书亚遐，对伊报告因所拄着一切的事。因阁对约书亚讲：上主真正将迄个地拢交伫咱的手，迄所在所有的居民，一个听着咱，拢惊甲破胆。第3章，隔日，约书亚透早起来，甲所有的以色列人离开石亭，来到约旦河边，因伫遐扎营，等候过河。过3日，官长到营中逐所在，吩咐人民讲：恁若看到利未人做祭司的，跟上主恁的上帝约柜，就起身离开恁，
的所在，缀伫约柜的后面，互恁知着行倒一条路，因为恁还毋捌行即条路。毋过，恁甲约柜大约着离1公里远，毋通活伤近。约书亚对人民讲：恁着家己分别做成，因为明仔载上主要伫恁中间行奇事。约书亚阁对祭司讲：恁扛约柜起来，行伫人民的头前。因就将约柜扛起来，行伫人民的头前。上主对约书亚讲：对今仔日起，我要互你得到所有以色列人的尊敬，互因知我甲你同在，亲像以前甲摩西同在同款。你着吩咐扛约柜的祭司讲：恁到约旦河边的时，就停伫遐。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讲：恁徛真前，听上主恁的上帝的话。约书亚阁讲：伊要伫恁的头前，将迦南人、赫人、希未人、比利洗人、吉甲撒人、阿摩利人、亚布斯人赶出去。安尼，恁就会知永活的上帝伫恁中间。全地的主的约柜要伫恁的头前行入约旦河。现在，恁着对以色列支族中经12人，每支族一个，跟全地的主上主约柜的祭司的骹，一个踏着约旦河的水。约旦河顶流的水会成做水墙，袂阁流落来。人民离开布边，要过约旦河的时，祭司扛约柜行伫因的头前。迄时是修行的期，约旦河的水常常流过溪岸。祭司扛约柜来到约旦河，因的骹一个温着水，顶流的水就无阁流落来。伫离真远的撒拉但附近的阿东城，成做水墙，无阁有水流入阿拉巴海，就是盐海。人民就对耶利哥的对面过约旦河，跟上主约柜的祭司伫约旦河的大地徛定定。以色列全体人民拢行大地过约旦河。第4章，全体人民已经过约旦河。上主吩咐约书亚讲：着对人民的中间经12人，每一族一个人，命令因对约旦河中祭司徛的所在，取12块石带过去，下伫恁今暝要休困的所在。约书亚就将伊对以色列人所选出迄12人，每一族一个，拢调集因活来。约书亚甲因讲：恁去约旦河中，到上主恁的上帝约柜的头前，照以色列支族的数目，逐个人取一块石头，压伫经头顶。这石头通伫恁中间做记号。将来恁的子孙若问恁，这石头对恁有啥物意思？恁通对因讲，是因为以前约旦河的水伫上主的约柜前这段。约柜过约旦河的时，约旦河的水无阁流。这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。以色列人听约书亚的命令，照以色列支族的数目，对约旦河中取12块石头，因照上主对约书亚的吩咐，带遐个石头过河，下伫因休困的所在。
约书亚另外用12块石头贴伫约旦河中，伫讲约柜的祭司徛地的所在，到今仔日，遐个石头还伫遐。讲约柜的祭司徛伫约旦河中，一直到上主通过约书亚对人民的命令拢完成，拄照摩西吩咐约书亚的话，人民真紧过去。全体人民一个过河，上主的约柜甲祭司就伫人民的面前过去。鲁便人、迦得人、马拿西半支族的人，拢照摩西对因讲的话，带军去，伫以色列人的头前过去。因约有4万人带军去，伫上主的面前过去，到耶利哥平原，准备好势要交战。迄日，上主予以色列众人尊约书亚做大，伊一生受人民敬畏，亲像因敬畏摩西安尼。上主吩咐约书亚讲：你命令将约柜的祭司对约旦河起来。约书亚就安尼命令祭司，将上主约柜的祭司对约旦河起来。祭司的骹一个踏上花，约旦河的水就恢复原状，亲像以前种满两边花。正月初10，以色列人民对约旦河上来，伫耶利哥东边的吉甲阵营。约书亚将因对约旦河厝内迄12块石头贴伫吉甲，然后对以色列人讲：将来恁的子孙若问因的老爸，这个石头是甚物意思？迄时就互恁的子孙知，讲以色列人捌行大地，过即个约旦河。上主恁的上帝伫恁的头前，互约旦河的水打去，听候恁过河，亲像伊早前伫红海做的一样，就是互河伫阮的头前打去，听候阮过来。要互全人类拢知，上主的手有大能力，嘛要互恁永远敬畏上主恁的上帝。第5章，约旦河西边的阿摩利诸王，甲我地中海的迦南诸王，听见上主伫以色列人的面前，互约旦河的水打去，搁听候因过去。这个王的心，拢因为以色列人的缘故，惊甲神不附体。迄时，上主对约书亚讲：你得用火石磨做刀。第2遍，甲以色列人行甲勒。约书亚就制作火石刀，伫甲勒山甲以色列人行甲勒。约书亚甲因行甲勒的原因是安尼：对埃及出来遐会交战的查甫人，拢死伫旷野的路里，因拢有受割礼。毋过，出埃及以后，伫旷野出世的人民，拢还未受割礼。以色列人伫旷野行40年，出埃及的战士，因为无听探上主的话，拢受消灭。上主捌对因宣誓，毋互因看到上主对因的列祖立誓，要赏赐因的地，就是流年甲蜜的地。因的子孙就是上主所兴起新的一代，拢还未受割礼，因为伫路呢，无人甲因行割礼，约书亚才甲因行。所有的以色列人拢受割礼了后，就留伫营内听候恢复。上主对约书亚讲：我今仔日已经拄起恁伫埃及所受的见效，所以迄所在就叫做吉甲，到今仔日。迄时，以色列人伫吉甲阵营，
1月14暗，因伫耶利哥平原守盘过节，盘过节过日，因就食迄所在的土产，就是无甲饼甲烘的五谷。因食迄所在的土产，迄日起，吗哪无搁降落，以色列人就无搁有吗哪。迄年，因开始食迦南地的土产。约书亚接近耶利哥的时，忽然看到有一个人举一支拔出来刀，徛伫伊的对面。约书亚行进前问伊讲：“你是为阮这边的，还是为阮的对着迄边？”伊应讲：“拢毋是，我是上主军队的统帅，呾我来啦。”约书亚就拍伫涂骹拜伊，讲：“我的主，对你的仆人有甚物吩咐？”上主军队的统帅对约书亚讲：“将你骹里的鞋脱起来，因为你徛的所在是圣的。”约书亚就照安尼做。第6章，耶利哥的城门因为以色列人的缘故关条条，无人出入。上主对约书亚讲：“你看，我已经将耶利哥甲伊的王、伊强猛的勇士拢交伫你的手。恁所有的战士着射这个城，一日一遍，射6日。这个祭司着举7支羊角的扫角，行伫约柜的头前。到第7日，恁着射城7遍。祭司嘛着分扫角，恁一个听着扫角拖长的音声，所有人着大声喊，城墙就会倒甲边边。逐个人拢着继续进前冲入城。恁的囝约书亚调集祭司，对因讲：“恁着扛约柜。”这个祭司举7支羊角的扫角，行伫上主约柜的头前。伊阁甲人民讲：“恁着进前去射城，带军旗的着行伫上主约柜的头前。”约书亚对人民讲说：“这个祭司举7支羊角的扫角，行伫上主的面前分扫角。上主的约柜对伫因的后面，带军旗的神风队行伫分扫角的祭司头前。后队对约柜行，祭司哪行哪分扫角。约书亚命令人民讲：“你毋通喊，毋通互人听到恁的声，连一句拢毋通喊出去。听候我吩咐恁喊的时，恁才通喊。”安尼，约书亚互上主的约柜射城射一轮，然后因倒来营地休眠。约书亚透早起来，祭司阁扛上主的约柜，举羊角的扫角的7个祭司，行伫上主约柜的头前分扫角，带军旗的神风队行伫祭司的头前，后队对伫上主约柜的后面，祭司哪行哪分扫角。第2日，因嘛射城射一轮，然后倒来营地，6日拢安尼做。第7日天曝光的时，因就起来，照同款的方式射城。毋过，这日射城射7轮，到第7遍。这是分扫角的时，约书亚对人民讲：“着大声喊，因为上主已经将这个城交互恁啦。这个城甲内面所有的，拢着完全毁灭，献互上主。只有枪击、拿合
以及所有踮伫伊厝内的人，着留因的性命，因为伊有创咱派去的侦探。恁着谨慎，毋通摕应该毁灭的物，才免忍受咒诅。恁若摕应该毁灭的物，以色列全营就会成做应该毁灭的，惹起灾祸。毋过金、银以及铜、甲铁的器具，拢着分别做成归予上主，收入上主的府库。人民就大声喊，这是分扫角。人民听到扫角的声，就搁较大声喊，城墙就倒甲平平平。人民就冲入去，夺取迄个城。人民将城内所有的，无论男妇老幼、牛羊甲驴，全部用刀甲因消灭。约书亚甲迄两个探查迄个地的人讲：恁入去迄个娼妓的厝，叫恁对伊咒詛的，带迄个附近人甲所有属伊的人出来。因两个做侦探的少年人就入去，带拉合甲伊的老爸、老母、兄弟姊妹，以及所有属伊的人出来。因甲拉合的亲情拢带出来，住伫以色列的营外。以色列人就用火烧迄个城甲内面所有的，毋过金、银以及铜、甲铁的器具，拢收入伫上主厝内的府库。约书亚保全娼妓拉合伊的老爸的家属，甲所有属伊的人的性命，因就住伫以色列人中间到今仔日。因为拉合有创约书亚派来探查耶利哥的侦探。迄时约书亚咒詛警告讲，老人重建耶利哥城，会受上主咒诅。下地基的时会死大囝，安城门的时会死煞尾囝。上主甲约书亚同在，约书亚的名声传遍全地。咱今仔日圣经节伫约书亚记第1章到第6章。